败，怪你当初不应该。人生应该为将来提出勇气来，暂当前是迎风走天涯。爱情藏在心内，何必求你来排解？离开你才应该。 我海鸟情甲你并肩作战，什么的离魂脱魄，共款要土，三代心腹田冲海使出了银剑一招，飞檐鬼爪。恶徒已经一命离开世间咯。三代心腹，把你杀起来，让你去！离魂脱魄，无魂无魄，田冲海，乌海鸟情，双双逃入灰暗的境界路。 小谢兄，我现在旁边看你冷汗直流。哎呀，这两个吼，唔知练什么邪术，那袂落就好选啊呢。无拍甲输赢吼，安尼唔是英雄啦，输人唔输阵。不幸的乌海鸟情惨死在脱皮的手下，离魂脱皮联手攻击田冲海。田冲海不幸重伤，正在千金发，神剑高手太刀功到位，来喽！ 大胆下教徒，看正气不严。正气不严，显出万丈光芒，逼退了离魂脱魄。空，让我对得起。少年郎，来日红尘何必急在一时呢？少年啊，我看吼对气嘛是无这意思。什么？少年啊，莫生气啦！你详细听我讲，唔是我甲你闹气啊。这两个人吼，唔知练什么邪术，你的银剑安尼来剑剑，甲拄落去，结果嘛是袂死咧。可见啊，这两个人根本唔惊你的银剑。好佳哉吼，是这位老仙甲教伊。无错，三人的剑功惊退这两位妖人。我前辈尊姓大名？神剑高祖太刀光。 神剑高祖，捌听过，相当出名呢。起剑，哇！
少年人，你受伤了，小小之伤，算不了什么。你已经中毒了，中毒又怎样？免过期间，你爱昏倒；再过3天，你爱死亡。哼，无什么可怕。少年人个性倔强，已经昏倒在地咯。老前辈啊，要你做人吼爱做彻底呢。真可惜，我对医术无什么研究。总讲你无办法吼，无你嘛知影讲啥物人有法度。求问有一名女医生，妙手神歌老素素，老素素，哟，啊，我也无想到啊，迄个老姑娘吼，就是阮先的未婚妻呢。你的师傅的未婚妻？难道你的师傅毋是出家人吗？正港的出家人，出家人如何处妻呢？也都安尼啦啊！迄是阮师傅吼，还未出家进前的未婚妻啦。反正要讲这段故事啊，3日3日嘛讲袂完。好咯，我也无时间听。这个少年呢，就交代互恁，3人要继续找找离婚托撇，将因2人除掉。一来为天下杜害，二来为文道报仇。过时咯。去工地啊！哦喏，这个少年呢吼是正义之师，一定爱甲救我。那乌海鸟精，迄救袂我啦。先人吼难救无命客，要乌海鸟精明明救咱海死，这嘛是天数啦。尸体赶紧的甲呆呆的，伊是精，要住伫海底，应该海葬才对得起。好啦，随便你啦。可怜的鸟精，保住3魂7魄，拼命逃亡，为求不国扫秋车，在空中急逼对赶。可惜这公已经走到前皮，接袂上后气咯。这阵。你搁甲林祖妈走看卖哈？林祖妈都唔相信讲你外口走。最近我的体力也都有较差，马拉松吼煞走袂行。哦，这个啊，顶厝的旧校吼，今仔拢总爱清了。卖啦，安中先，你敢知影讲我是偌需要你？免乎你啦，某呀，搁扫落啦，扫互伊的3魂7魄拢散了了。安尼好看恁某的功夫。唔通扫，3魂7魄，若互你扫落到底是会散形。你本来就散形，啊，互你去咯。哎呀，3魂7魄，也去我扫一个剩3魂6魄。看我吃的棍哦！剩3魂5魄，哎呀，我真正会散形啊！快走！阿妹呀，下扫你都尽量甲扫。太太，会讲你都尽量甲讲。济公被母庙困入一条木电路。济公凡是被打中一处，魂魄就失去1条，此时济公只存3条的魂魄咯。你要散形啊！你要散形啊！济公10条魂魄，现在只存3条。
无毛药啊！恁手势牙悬啦，我只剩3条的粉票，袂当咯！今仔日恁祖妈绝对要甲你扫，互你真功夫啦啊！真正爱耍型啊！新宝记红魂，回到刘世娥，来探望伊爱人董教授。教授啊，我回来喽。为何不见教主呢？小人郎，呀，你是要找什么人？我找一名叫董教主的女人。董教主，哦，你是咧讲带你这间厝，迄个真水的姑娘是？这是，奴婢，你知伊人现在在什么所在吗？少年的啊，3个月前，这个董姑娘已经嫁予山骹青柳庄的好家人王大德做新妇咯。什么？这无可能啊！那会无可能？也结婚了一天，你敢知影是外老热啦？算起来，这个教主姑娘也是个真福气啦。迄个王大德本身是家财万贯，要王大德的囝儿，这个王文庆啊，也是一个秀才，是个真福气，真福气。少年啊，那这位教主姑娘，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无什么关系啊。也无什么关系，那呢气抓抓，真是莫名其妙。董教授，你贪慕虚荣，你真是使我痛心啊！不是阮无情无义，是为环境来所致。不是我来变心，放肆着你，因为我是多情的人。无论海角也天边，我的心永远爱着你。不管是3冬也5年，一次的离别是暂时，我心犹原爱着你。董教授，你良心气骨，你使我痛心啊！想袂到大名鼎鼎的新宝，也为爱情伤心心。你是谁？本姑娘自我介绍，我叫姚梦珍。哼，小等你，心情苦闷，哦，难怪咯。被人放杀的滋味是非常的痛苦。
天下女性就是贪慕虚荣。你讲这句话就不对了。我也是女人，一般的女人会改变念头，大体拢是有原因。哼，男是男性无够体贴，就是一气毫无隐性。唉，女人的青春有限，会当把握青春的女人，这是聪明的女性。好了，废话连篇。我所讲是事实。哼！季红魂，总有一天，你会体会女人的心境。好娘，好娘啊！哇，你看干那目睭拢无哩，这位姑娘啊，实在是真水。真是美若天仙啊！水是真水，也但是看来好像练过武功，这是绿林的女侠。有功夫的女人，才是我华芬良理想中的女人哦。既是如此，那方才你为怎样乃无要活去啊？方才有季红魂在当场，对我来讲非常的不利。你是惊这个季红魂？季红魂哪有啥物可怕？只是结果季小主的性命是离魂脱魄的工作，我华芬良不便抢功了。哦，讲安尼是较好听了。这好，赶紧跟踪这位水姑娘，你见识就明呢，这是我的本性了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废话少说，赢吧！好，来来去。华芬良一般的恶毒，跟踪在女侠姚梦珍的背后。姚梦珍内心有数。仙师娘啊，小等你啦，仙师娘啊！仙师娘啊，好，我找你真久啊呢。哦。原来是小五仙，五仙，你有看去收验吗？原先的呢，原先的我无看，但是吼，即马有一个患者，你先甲看卖一下。开工笔啊，较紧的啦，较紧的啦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哈，你这粒笔吼，安尼骹手慢蹲，你空身的免讲嘛，较紧。先生你嘛，这个人吼，你先甲看卖啊。让我关系。此人心中极毒。我知啦，我知啦，要有啥办法通医治？若要医治这种的伤痕，必须找找月灵果。只有月灵果才有办法破解这种的极毒。月灵果出在什么所在？月灵果出在正月仙境，不过团水中，若是入到正月仙境，就无办法离开咯。啊，那是为什么？团水正月仙境有两名可怕的妖怪，一名就是霹雳眼，一名叫做闪电口。这两名妖怪武功非常的惊人啊！也为着救人，无来去嘛袂使呢。都是救人一命，胜造7级的普渡。火力山水中，心中偏力耀。衣冠随红叶，逍遥是我命。林众人想要离开，敢有真容易？哎呀，呀，恁两个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哈？林众人苦地情，恁来到这个所在是什么人的地盘？嘿，哎呦，呀，你讲这话就真奇怪啊呢！这荒山野地，也哪有什么人的地盘啊？哈哈哈哈哈！此地乃是玉河仙的地盘，凡是入到玉河仙的地盘，就无真简单可以离开咯。哎呀，无恁两个什么人啊？恁两个逍遥寨主，
清寒在主。明天是老师玉河仙寿诞，师傅最爱食就是人肉，将这班人甲拿起来，献给老师，将是最佳的寿礼哦。哇，妖怪呢？哎呦，会食人呢，注意啊，注意啊！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恶老经做人了物，救人之际，由我护理者出马，小我先这班人危险万分哦。爱情失败记红魂，拖着伤心的脚步离开了柳溪河。谁知影背后劫富已经到位，离魂脱魄，隐藏在记红魂的背后。紧张，紧张，紧张！记红魂有性命危险吗？这阵你的三魂七魄只剩一条，连做嘛，搁一个扫帚头，你都爱散形。哎呀，毕竟这劫拍算脱袂过咯。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这讲神修办法保住最后一条魂魄，请看精彩续集，真假这讲。